當然落地400幾萬嘅快車400-500，其實近呢幾年都好多人購入啊，因為喺澳門嘅價錢真係比較平啊，由60零70萬嘅都有，甚至平到50幾萬嘅有嚴重事故嘅車都會有。咁啊，當然呢啲價錢喺香港或者大陸啊，絕對出現唔到啦。咁你話澳門有冇精品車？係絕對有嘅。啊，百零萬嘅價錢嗰啲全部係精品嘅，但係少之又少，因為以前澳門呢啲咁嘅超跑咧，大多數都係俾人攞嚟做租車，所以車況都比較差嘅。好似呢一台咁啦，可能車主花咗一個好啱數嘅價錢買翻嚟，但係咧我哋進行檢查嘅時候咧，發現有好多問題嘅。咁例如呢個避震啦，4支避震都係國產嘅。咁喺維修方面，一定要買套二手嘅避震，我哋再重新 review 啦。所以呢4支避震都必須要換嘅。咁抬落嚟點解佢咁大陣抬落嚟淨係檢查咧？就係因為入邊啊佈咗好多凸輪軸嘅故障同埋一啲正時齒壓，所以抬落嚟檢查凸輪軸全部磨到好尖啦，其實已經嚴重磨損啦，4支凸輪軸，甚至一個頂杯黑色嘅塗層已經磨走晒啦，甚至4個齒牙都已經係報警啦。最重要喎，起動馬達啊，常壞嘅起動馬達亦都有報警嘅。如果一個平價錢買一部400翻嚟咧，後尾嘅整備啊，一定係無止境咁係咁整嘅，係啊，咁因為佢呢個拉力嘅波箱同引擎咧，維修費係佔咗一個大頭嘅，所以好多人喺市面上咧個外觀整翻靚仔佢，同埋個內飾咧都包翻個皮咧，之後就好簡單賣翻出去，所以好多人冇懷疑到，見到個車架啊同埋內飾靚就照接受呢個價錢去買啦。包括呢架車都有內飾咧，就其實真係包咗皮，入邊啲掣全部按鍵都係黐入立，都冇翻新過。所以如果真係有心買呢拉力嘅時候啊，真係一定要揾啲專業人士現場去檢查清楚每一個部分，同埋去真係真正要過一個電腦試車，試好晒各方面嘅狀況，先好決定呢架車值唔值得你去買啊。